如何連接 Zywell ZY905 LAN 列印機？第一部分，列印機與電腦連接。列印機使用 USB 線與電腦進行連接，如圖所示。注意，列印機需要保持開機狀態，然後雙擊啟動程序 Printer Test 完成驅動安裝。安裝完成後，在 Printer Test 中通訊端口選擇 USB， 點擊高級進入高級設置，點擊設置網絡。進入頁面後，在 WiFi 設置中填寫 SSID 即 WiFi 名稱，再填寫 WiFi 密碼。填寫完成後，點擊設置以上內容。此時列印機將自動列印出一份自檢頁，需要記錄該 IP 地址。第二部分，如何配置網絡？進入設備的 WiFi 設置界面，在可用網絡列表中選擇與列印機一致的 WiFi 網絡。進入 Post 界面，點擊左上角3條橫線，點擊設置，在設置頁面點擊列印，點擊右上角的添加列印機，在列印機型號列表中選擇 Zywell ZY905 LAN 列印機，點擊確認。在參數設置中 ，IP 地址欄中填寫自檢頁上列印的 IP 地址。設置部門中啟用列印部門，如收據列印機、發票列印機等。設置完成後，點擊列印測試頁。當彈出尋找和連接區域網上的裝置提示時，點擊允許。系統提示列印測試頁成功，已連接列印機及配置完成。點擊儲存即可使用。